我覺得最好玩嘅就係可以着漢服，因為可以體驗到以前古代呢啲人着嘅衫。我中意個顏色，我覺得着完之後呢，成個人好似威武咗咁咯，即係個氣場比平時型咗威咗少少。我頭先試着嘅呢係宋朝嘅女裝嚟㗎，佢條裙呢係稱為雙面裙，佢係有前後兩塊布搭住，有個交叉位呢係方便呢古人耕田嘅時候啲活動嘅，設計到為咗當時考慮。雖然我哋着嘅服裝咧係現代嘅服裝師跟住古書設計翻嘅，但係你着上身嘅時候，體驗到當年古人嘅生活方式。成套漢服最新奇嘅咧係佢個髮髻比較特別啦，因為喺我嘅印象入面，古代女仔嘅髮型可能都係披髮，跟住上面再有少少唔同嘅髮髻啊。咁但係去到明朝嘅時候咧，女仔嘅髮髻咧就已經係全部綁起身啦，女仔嘅儀態都有好多唔同嘅轉變。平時課本學到嘅知識就淨係局限本書啦，同埋老師講嘅説話啦，唔多會真係感受同埋睇到真實嗰個感覺係點樣嘅。咁現時就可以真係着上身啦，感受到嗰個著呢啲服裝嘅感覺啦。你可以感受到呢件衫其實係真係好貼合嗰陣時嗰啲人形象，同埋嗰陣時嗰啲用色同埋圖案。經過今次活動，可能會想多去了解下，可以同嗰啲青人同朋友同佢哋分享，然後同佢哋一齊去欣賞嗰啲服裝，同佢一齊去學習。